台南市是景庙上济的所在，因此台南市文化局自制人气 Podcast 节目《台南奇庙对谈》，收集台南特殊的历史故事，让民众知影台南的宗教文化。我们要让这些文化能够生根，而且能够延续下去就用一个跟现在最流行的 Podcast 能够结合在一起。台南的奇妙对谈，就是讲要台南这个宫庙这有特殊的这故事透过这种对谈，现代的这个资讯的 Podcast 的这种方式来大家做一个介绍。台南奇庙对谈播出以来，受到大家喜爱。目前已经有20集，每一集邀请到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议员主持，并邀请宫庙代表以及专家介绍台南37区特色宫庙。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呢，经常伴随着我们的地方历史的介绍，还有地方名人的介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地方美食的介绍。文化局特别运用铁故事甲节目做结合，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伫第一集的故事舞台北区行政宫颁发宣传牌仔予宫庙代表，民众扫 QR code 就会当收听节目，并且探访台南市的宫庙。对于这个奇妙对谈寄予很深的期望，也能够让希望奇妙对谈里面所谈出的故事，谈出人生的哲理，谈出宫庙的演进。都能够让吸引年轻人目光。其实这个是一种开始的一个抛砖引玉的做法，希望讲这宫庙大家拢会当共同来参与。台南市的宫庙故事透过网络送到全世界，让国外的听众会当伫线顶体验台南的宫庙巡礼，嘛希望借着这款的方式来吸引少年人。大家嘛会当透过 Apple Podcast、Spotify、Google Podcast、KKBOX 等各大平台进行收听。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